主后2022年7月初6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请军装有被主再临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兄弟姊妹，关系这个代志发生的时甲期，无需要写批甲恁讲。因为恁家己知，主的日会亲像贼仔暗时偷偷仔来。人伫讲平安无事的时，灾难亲像产妇喙唇会痛痛，忽然临到因，无法度通逃避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恁毋是伫黑暗中，迄个日袂亲像贼仔忽然来。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，是日时的人，咱毋是属暝时，毋是属黑暗，所以咱毋通亲像其他的人得困，着醒醒，着谨慎。因为困的人拢是暗时得困，酒醉的人是暗时得醉。既然咱是属日时的人，着谨慎，用信心甲疼心做护形加称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戴。上帝无安排咱着受刑罚，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基督替咱死，是要互咱无论是死也是活，拢会当甲伊做伙活。所以，亲像恁现在安尼，着继续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。穿军装有备主再临。生命的奥秘是一份礼物，除非特殊的状况含人为的介入，若无所有生命拢无法度掌控出世甲别世的时间。有一遍，我伫老大人路灵课程中，甲大多数也是非基督徒的长辈分享生命的课题。我讲到，伫面对死亡的时，毋免惊，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一段旅程，着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死亡，互死亡的生命礼仪，也会通对周围的人表达疼甲祝福。我也分享，伫台湾有人因为生前无甲家产分配交代好势，死后造成子女之间为了争夺家产拆破面，互相无过往来的例。无想到讲这个议题引起长辈热烈的讨论，其中有长辈分享，有一个朋友的老母还有伫个，毋过因为重男轻女，甲所有的家产拢互后生，搁转移到新妇的姊妹名下，规避遗产税，家己的查某囝颠倒无分到半数仔家产，造成儿女冤家关系破裂的情形。可见，安怎健康面对生命和死亡，确实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课题。保罗甲帖撒罗尼迦信徒关系死搁活的愿望了后，接续劝勉因怎样好好活地。保罗提醒因，主搁再来的日，会伫拢无有过的情形下发生降临，所以无需要放心思去要想讲这个代志会发生的时间，反倒转爱用心来建立信仰的生活。伫这段经文中，保罗做真侪的对比。第3节到第4节，期待平安甲灾难熊熊临到；第5节，光明甲黑暗；第6节，
困党民甲警醒第7到第8节酒醉甲戒备。透过这个提醒，互信徒有机会重新塑造家己基督徒身份认同，积极活出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。保罗劝勉因总着警醒戒备，毋通亲像别人困党民，因为耶稣特别来带领信徒甲伊同齐国活。古代社会认为，困甲酒醉拢是发生伫暗时的行为，所以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信徒，既然身为光明的囝儿，就无属黑暗，毋通甲其他人共款困袂清醒甲酒醉。伊阁提醒，基督徒爱诚做属灵的基督精兵，着警醒戒备，穿上帝所赐的军装，用信心贴心做护胸甲，用得救的盼望做头盔，迎接耶稣再临的时带来的终极拯救。无论是死还是活，拢通甲主同活。保罗劝勉信徒，着伫真理彼此鼓励，互相帮赞，毋免为着已经死的信徒过头忧伤，也毋通困伤党民甲酒醉，反倒着活出光明的囝儿的性命样式。趁还是日时的时，加做主的工。搁着穿属灵的军装，警醒戒备，带着信望爱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临，甲伊永远无搁分离。默想，伫充满忧郁的日常生活中，我要怎样保持警醒，无困党民呢？伫充满忧郁的日常生活中，我要怎样保持警醒，无困党民呢？咱来祈祷，为阮死，搁赏赐永恒性命的主耶稣，我决意伫要活地的日，用光明的囝儿身份，用充满信望爱的心来听候你的再临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